來繼續來看，行政院長杜英泰日前自費包機為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飛到日本，為經典賽來加油，結果引發到國民黨的批評，講公私不分，公器私用。今仔日更加進一步，由立委徐巧芯帶隊到指揮部去考察。徐巧芯講，這毋是咧徛空，是要釐清到機場運作的狀況。民進黨的立委來回擊，講甲有關國家安全的國防特別預算囥一邊不愛審，走去關心機場，真正是頭較大心，也就是本末倒置。今天大概也不是抱着找茬或是質詢的心情來的，那完全就是希望說，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考察，然後呢來釐清這個事情。兼指行政院長杜英泰進前自費包飛龍機前往到日本替經典賽加油，國民黨積極利用空軍基地起工是公器私用，甚至在咧昨立法院調會打出爐，外交國防委員會調會馬文君遂安排考察雙指部，嘛由立委徐巧芯帶隊。我覺得如果是私人的話，那你前一天怎麼會去找軍方能夠去開一場這個機密的專案會議，然後邀集不同的這個可能航空公司也好，然後民航局也好，一起討論說，那要怎麼樣去出借這些場地。提這圖票嘛到停機坪看，徐巧芯積極寬照幫務。不過民進黨回擊，如今對台灣軍購發計書，包括海馬斯穩定精準打擊系統特別到期，即馬關鍵就是國會要趕緊授權。擺着特別重要，關係2300萬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國防特別預算不審，要去關心一個松山機場，那麼真的是本末倒置。對這件代志，前駐日代表謝長廷嘛佇咧並且鋪文，講真懷疑國民黨已經透過真濟種的資訊管道，知影杜院長有影是私人自費包飛龍機，所以這幾個人才唔敢出頭講，若家己唔對關係付出什麼代價，互院長一刀互斷開。不過進前傳出杜英泰只好坐飛龍機到日本，看台節大戰了後，到暗時8點轉來台灣進前，敢若利用這冷碰的時間，建議迄天生日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嘛。給祝福，那牽線就是謝長廷，不過謝長廷無證實，強調牽連兩國機密，就無方便個加講。偏偏就是有扯後腿的在野黨，硬是要行政院院長表達說這是公務，這是官方。一旦脫口說出了公務或官方，中共就有理由做文章。包飛龍機去到日本甲球賽加油，引發朝野論戰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